请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莫纳克在后10年，台湾得到什么款的假释呢？农林航空测量所独家提供予华视新闻灾区的空照图，咱会当发现，为灾前、灾后到即卖，这10年来，灾区的地形甲地貌有真明显的变化。当年，予土石坎起的小南村，即卖是将做一大片翠绿的山崖。阿里的阿里山也是有一大片崩塌的所在，也未来复原。学者来提醒，台湾的山区有一大半是重大的崩塌区，包括高雄的木林、南投的鹿山等等，拢是危险的区域。台湾真需要来建立到更加严密的防灾的系统。接落来，咱就为空中看见土地伤痕。空袭机甲视野带上高空，对海拔大约850公尺阿里山乡大家村，再度往顶面升120公尺，画面记录的大片山林黑猫。风灾地动灾害创上过了后，大地山河所留落来是一抓一抓国土伤痕。透过镜头可以看到，阿里山这里其实还有好几个山头都还留有山崩过后的痕迹，而有的呢是现在还在逐年慢慢崩塌中。9·1崩塌的地方是比较大面积的崩塌所以它现在看起来是实边。那另外一个是在前年的好大雨的时候崩塌的，那这个部分现在就是我们目前比较大的隐忧。阿里山的弯桥山路随时看到崩山落石头阻碍道路，来个村通往桃园亚那的平桥边，这个崩塌地呢，就是莫拉克风灾摧残了后所留落来痕迹。10冬过去，又还有大批山林的居民就伫这片土地。台湾是一个新生的地嘛，本来就是地震多的地方，我觉得哪个地方都有发生崩塌的疑虑啊。只是说你怎么跟他相处，以后可能这种灾害更多。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一种环境之下求生存？麦来台风即将来袭，请居住在地势低洼、有淹水之虞的民众，提早可以至较高的处所。经过伤痛，山区村落居民嘛学晓自救，配合政府力量固定时间规划，推演如何自主防灾。村民嘛整合部落资源，分组合作，风台来临第一时间警戒监测雨量，达到铁力标准，就贴到避难中心，全部分工化，灾害应变比起10冬前更加完善。台风有预报的话，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测雨量。你要怎么整合你的资源去自救？因为你要等外人就慢了。5个小组警戒的警戒就是河床桥梁的警戒，树上班就是真的已经不行了，我们这些人要把老百姓通知他们去树上然后再来一个收容班，把他收到这个地方以后，他们的吃的住的要怎么处理另外就是我们的医护的部分，我就发布台风，我们就会开始动员这些组织了。经过惨重风灾的山林居民，只有因缘之道，展现强韧生命力。但是，在台湾这个多灾之岛，长久以来部分外界人士认为灾民应该爱离开家乡，千期山脚的声音都无停过，两难居民一直难解。我们原住民不是只有周族以外我要用到这个山里，我必须要先保护它了。那你保护它以后，它才会保护你，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。很多土地都为了钱会租给汉人，那汉人他不会把它做得很好，很多树的地方他还要整掉，然后种茶，那就会把原本的这一些水系原本的水沟啦、水系都改变掉。军府林务局农林航空测量所独家提供航照图，以小南村为例，由空中看落去，风灾前规片自落自积，但是在大崩山被吹起灭过了后，彻底改变山区地貌，规片的山头光脱脱。即马高空的景象是翕到迄个伤痛的村落已经渐渐绿色的山林。阿里山大架村风灾造成大片的崩塌地，2017年依然是未完全修复。台东嘉南村莫拉克灾后，太麻里溪河床变化，土砂源严重积累。天开中央地质调查所资料，盘点台湾崩山处地敏感区、甲土石流江西区，山区超过一半面积拢被围造重大崩塌区，安全有记录，危机并去轻忽的。学者指出，政府江西区为了无完整，一再拖延，这是一大问题。
现在目前的潜势区是画在会产生山崩的地方，这一块会崩，它会崩到下面去，所以灾害是在下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山崩地滑的堆积区，居住很多人口的地方。那小林村就是一个堆积区。那目前的所谓的这个潜势区域是没有画这一块的。那时候的经济部答应说5年后要去画啊，5年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，7、8年了，都还没画。学者点出警讯，包括南投、罗山、高雄的武林，拢有大面积的崩塌地，拢是属于危险的区域。莫拉克灾前18处国有林地崩塌露出面积是22696公顷，灾后是增加到48605公顷，受创的面积足足加出1倍。山林的愤怒十当啊，咱学到什么教训，又搁改变什么？921地震之后。然后莫拉克之后，其实帮政府做很多的这些山崩地滑、土石流的这些调查。政府要从行政上去着手的时候呢，经常就会碰到问题啊，速度上就有点慢，或是根本它就不落实。每次灾害有什么样出来，就有学者说你不能这样做，或者你工程这样做错了啊。工程上来讲，就是还是用一些老套的方式在施工。风灾摧毁家园，嘛凸显出台湾对环境甲国土规划缺失。面对极端气候危险，重大灾害会更加严重。莫拉克是气候变迁和台湾的境界。当降雨极端化、崩山、土石如正做新常态，搁再有更顶级的灾害侵袭，台湾的应变能力敢有法度应付？又搁应该安怎对待？如果说自身的恢复状况没有办法赶上气候变迁的一个脚步，那我们未来我们预期有可能有更多的高强度的一个降雨事件，大型的或严重的崩塌事件，可能还是可以预料。以前的气候条件来讲，它说不定500年发生一次，1000年发生一次，但是以现在来讲的话，说明是50年发生一次。政府做不好吗？也不是，最终它降雨量已经超标了。超过你公共工程建设的那个标准，你现在之后的我们公共工程的一些建设呢，当然你要思考这方面的东西。人类甲环境该如何平衡共存，达到影响是上紧急的。学者甲专家认为，来停止不必要的工程，海地以后海土与山林和国土自然富有。我们其实在做这些永久性的桥梁设计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防灾跟永续这种长久的概念。你看旗山哦，以前是经常淹水的，但是我们做重建哦，就是把地还给老天爷，我们把中间的一个岛啊，全部都清除了。一个崩塌地花好几千万、几百万的，应该是针对那些有保全对象的。例如说有聚落可能有超过10户、20户以上的，那我去帮你做。但是有些地方我们这样看到啊，没有阿波浪多啊，所以这种我觉得钱要花在刀口上就是。天灾应叫出人祸，在当前莫拉克全台死伤超过2250个人，灾后台湾人记出教训，但是政策法令依然是对袂着开发的脚步。学者警告，台湾应该建立更加严密的防灾系统，而且落实社区才会当降低灾难对人类的伤害。如今大地伤痕也伫咧莫拉克这节课，台湾学习10档课程甲sensu也来延续。